再来看中秋节要到啊，新北市最近针对超市大卖场内底一寡烘肉的用到食材来抽检，其中葱啊、菇啊有验到农药残留，嘛有一寡虾仁红验到无合格，当总爱回收，佮爱依照食安法来甲因开罚单。中秋节假期就要到啊，真侪人拢打算请亲戚朋友做阵来烘肉。新北市卫生局最近就针对合区内超市大卖场顶店进行稽查，并且抽验中秋应景的食品，结果发现114件产品内面有3件无合格，包括烘肉用的材料葱啊、秀珍菇加白虾仁，已经要求业者下架回收。并且依照违反食安法来处罚，要求他下架以外，同时已请所在地的卫生局继续去追查他后续的一些来源。卫生局表示，葱仔被验出砂糖劑赛佛灭0.17 ppm， 依法是袂当验出；秀珍菇被验出砂糖劑氨氮0.08 ppm， 另外一件水产品白虾仁是验出动物营养磷可霉素0.002 ppm。依法是不应该验出。秀珍菇有看到氨氮的残留，那氨氮它是种氨基甲酸的杀虫剂，以学理来说，它是高毒性，而且在动物实验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。卫生局希望民众伫咧买蔬菜水果时阵，爱用信用较好的店，伫食之前爱用流动的水洗好清气、下皮，才当避免去食到农药、污染到果子肉。来确保食用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